不如第二，第二不如人和，以和为贵，处世至宝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一生缘》。嘿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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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共一只船，共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同心志，同心命，提出心心意命。共一只船，共一条命，海用愈大心愈定。黑暗中等待黎明，一步一步等靠岸。向东渡过风风雨雨，千江水我做阵行。浮浮摇摇，不免惊，乘风破浪成阮命。同心志，同心命，提出心心意命。我是人，不是鬼。我是徐文昌，你头我看，看。文昌，你的脚，我这条命当捡到，是天公伯疼惜我。我歹脚，又搁说啥？小平，今仔日你来这，是要带迄两个囡仔倒转去的是？我对不起你。我知影我无资格做这款的要求，也毋过这十几年来，我一直毋忘，就是会当找到药精甲药清，会当互伊转来我的身躯边。小平，敢讲你唔知影？伫咧玉姐的心目中，咱饲家家破人亡。因两个姐弟啊，会伫外口流浪，食遐尼艰苦，迄拢是你甲杨天生两个人造成的。因受到遮尔大的刺激甲伤害，因敢有可能甲你倒转去？笑，我从来都无想过要放杀这两个囡仔。我当去饲家的时阵，因就已经走无去啊！我的心肝内哦，若无这两个囡仔，我嘛袂试过走找因遐尼多年啊！我若真正无情无义，我哪会到今仔日我才答应要甲天生结婚？我若知影讲你还阁活伫咧这个世间，我早就来找你，来甲你团圆啊！我嘛袂等到今仔，等到今仔，等到我已经拢无资格回来恁的身躯边。阳光文昌，我袂当无这两个囡仔，我拜
拜托你，你答应我好无？你替我甲因考劝，考劝伊当转来我的身躯边，甲我团圆好无？玉清应该是无问题，也毋过，玉清恐惊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你嘛知影，玉珍伫玉清的心目中是遐尔啊重要。你要叫玉清，是要选择你，还是要选择因阿姊？这是一件足残忍的代志啊！这十几年来，我都是靠找因家底下2个人，我照顾我落来勇气。即马总算互我找到我煞袂当甲伊相认。你叫我一个做老母的是安怎接受啦？文昌，我拜托你，你替我甲玉珍讲的好无？阿爸，这边等。清啊，刘太太，我讲阿爸，也讲玉清，刚才想要平平静静过日子，你莫过来搅了。玉珍，刘太太，拄则你讲遐尔啊济，讲来讲去，拢顾虑着你家己的感觉。你爱我甲玉清等在你的身躯边。啊，阮阿爸咧，啊，你身躯边已经有天生啊，你阁想要得到我甲玉清，安尼对阮阿爸来讲，未免伤过无公平啊！等一个月啊，会当阁斗阵生活啊。啊，杨天生咧，伊照顾你遐济，你敢放会落心？你也是转去做你的董事长夫人。真啊，你莫叫我转去啊！我昨暗吼甲你天时姐仔讲过啊，你喊我转来，伊嘛答应要甲我离婚啊。伊答应，我无答应。我知影，你毋是真正遐尔啊怨恨我，对无？也若无，你嘛袂来养家做看护，来照顾我，对无？请你可怜我这个做阿母的，你嘛看到我足思念恁家底下，你原谅我，接受我好无？啊！阿爸，我互你着。我知影你是遐尔怨恨你阿母，你总想要关心伊对无？你真难捌透过，你一声阿母，你一定会足欢喜的。我无可能回头叫伊一声阿母。因为我已经有坚持我10几年阿母，我无需要我家一个。公安你好，请你要找啥？
请头家哦，你稍等下吼，头家，你的电话。喂，志强，啊？车祸，人伫病院哦，后要紧无？我这个拄则有一个车祸，做吕秀萍，当在倒吼。哦，伊即摆伫病房观察。爱对一间病房啊。先生，我是翁啦，等下即马安怎哈？阮家做个初步检查啦，恁某可能是头壳伫跋倒的时阵哦，弄着涂骹，即马暂时会昏迷。啊，毋过应该无啥物代志。啊，另外无啥要紧啦吼。无啦，啊，毋过讲起来吼，你也感谢一个人，伊伫恁某车祸的时阵哦，有甲保护着。啊，伊即马人倒啊？哦，伊即摆伫外口购药啊。多谢吼。志强，你的伤要紧吗？小可伤无要紧，多谢你啦。你别甲我说多谢，我只是唔敢看到活活一人去车落去。就算我是车狗，我咪叫伊走。志强，唔管安怎讲，你肯救秀萍，我就应当爱甲你说对。你别甲我说多谢，你敢知影我谁人要救你秀萍？假使讲你秀萍若是捡东西，你的心嘛对你死。若是安尼，我若要得到名分，就更加无冤枉。你会救伊，是为着恁老母。我嘛是为着阮阿母，我嘛是为着我家己。假使讲恁顶一代换若无化解，阮下一代嘛对你艰苦。你敢知影？做恁死世，是才够悲哀。我的海角啊天子，讲生命提出信心。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甲你参详，我也希望你会当答应。什么代志？你做你讲啊！我昨昏想几暝，我想讲要收玉清甲玉珍做我客家甲客查某囝，啊，你毋知同意无？陶金娘，啊你玉珍甲玉清已经有亲生老母啊，尤其是玉清，一直想要倒转因老母的身躯边。亲生的，就是亲生的啦，迄种亲情，迄种恨的，永远都挂袂断。你来一直甲阻挡，伊这世人是过啊真艰苦，尤其是玉珍啦，你都要甲苦扛。搁再安怎讲，遐个代志也拢已经过去啊。我相信，天下的所有的老母，拢无希望讲怀胎10个月，家己所生的囡仔无伫家己的身躯边。其实，我家己嘛足矛盾的。这10几年来，我早就甲玉珍、甲玉清当成是我家己亲生的。徛伫做老母的日子来讲，当然嘛希望因永远拢伫我的身躯边。也毋过，我袂用遐尼自私，假使恁规家伙仔来当团圆，一定会过啊真快乐。玉珍甲玉清一定会过啊真幸福。我这做客母的，嘛会替因真欢喜。所以讲，你著要顾阮玉珍，啊，你家己嘛要想较开咧。我相信所有的代志，
所有的怨恨，拢应该会当化解。阿母，阿母，我无害你做我的继母，你本来就是我的阿母啊！玉珍，阿母，10几年，自我捌代志开始，我就拢叫你阿母。你即摆要叫我去叫别人叫阿母，我哪叫伊出嘴啦？阿母，我唔管叫青伊安怎想，我一定我一世人拢袂离开你，我袂离开你啦，阿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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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原本我掠准讲，秀萍这摆倒转去，因为咱一家人团圆，家庭美满，袂阁倒转来。想袂到，伊带着满腹的无奈、委屈、甲哀愁，阁倒转来。我甲问伊是安怎出车祸？伊点点一句话都唔应我。其实伊唔讲，我嘛知影，伊一定受到真大的刺激，伊才会甲一个人戆心戆气，险啊去互车落地。也毋过你甲再有志强去救伊，也然，我凡事连伊最后一面都见袂着。杨天生。你家己摸良心想看卖，你敢真正甘伊来离开你？也毋过我袂用遐自私你，我还徛在伊日顶想看卖。伊即马上想要做，就是会当转去文昌甲玉珍的身躯边，因一家人团圆。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互文昌、甲玉珍会当谅解伊，互秀萍会当倒转去，互伊当找回伊应该有的美满的家庭。玉珍，阿爸有一件代志。是要甲你参详。什么代志？咱一家伙啊，总袂使讲一直共住伫遮，甲人搅扰啊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咱要搬离开遮？我厉害到阿天。生命提出信心。也毋过头家娘讲，恁若离开伊，伊会做唔甘的。我嘛为着这件代志，感觉足为难的。阿爸，我甲玉清是伫遮大汉的，阿母对阮真好，嘛早就将阮当作是亲生的。可是若要离开遮，莫阁是阿母的唔甘，我嘛会唔甘啊。唔甘？你谁人唔甘？阿爸，你若安尼问，阿母是阮的救命恩人，嘛是世界大恩情人，搁再讲，甘讲怀胎10个月，甲你生落来，自细汉6岁6脚，照顾你到8岁，亲生老母，对你一点仔都无温情。阿爸。你莫阁考劝我。玉珍，阿爸就有法度把过去的代志拢放袂记，啊，你是安怎？无法度接受恁阿母？阿爸，你无看到伊甲杨天生做伙，我有看到。你无看到饲家大伙，我有看到。
你唔知影有气有巴肚，三工无食饭，又到昏倒伫路边，我知影。我互分去做新妇啊，玉清互人做客囝，迄种艰苦，迄种唔甘愿。我对细汉时阵无啥物印象，自我有印象开始，我敢会记，拢是伊，是伊害咱饲家遮尔啊凄惨。我嘛敢会记，真正爱我、照顾我，只有即摆这个阿